嗱，無論你嘅皮膚咧而家乜嘢狀況，搽防曬咧係必須噶啦。咁假設咧，如果你有玫瑰痤瘡啦、暗瘡啦，去睇醫生嘅時候咧，醫生一定會建議你乜嘢都唔好搽。咁一來就都唔想你亂咁搽嘢啦，二來又驚建議錯又唔係咁好啦，係咪？嗱，今日咧我會咧教大家點樣去揀防曬喎，同埋咧最重要係咩咧？避雷啊，一啲咧唔適合嘅產品千祈唔可以搽落去。嗱，其實防曬咧有分兩種嘅，一種係物理性，一種係叫化學性。嗱，物理性防曬咧就好似一塊會保護皮膚嘅鏡，當你搽咗上塊面之後咧，紫外線照射到落你皮膚，就會直接咧反彈同埋避開，咁就唔會俾紫外線咧接觸到你嘅皮膚啦。咁而化學性防曬咧，就好似一塊會吸紫外線嘅海綿啊，搽咗落皮膚之後咧，皮膚會吸收。當皮膚會接觸紫外線嘅時候咧，啲防曬咧就會將紫外線吸收，轉化成熱能，跟住就會咧蒸發咁樣離開你嘅皮膚。咁如果你有玫瑰痤瘡啊，或者皮膚咧都好容易受到刺激嘅話咧，咁你必須咧係要揀物理性防曬啦，甚至乎有一啲修護成分嘅防曬咧就會更加完美啦。咁你可以選擇啲乜嘢咧？你可以選擇 Physiogel 嘅抗敏防曬啊，因為咧佢有一個叫 PEA 嘅成分，係一個專利成分嚟㗎，專係幫你退紅啦同埋保濕嘅。或者咧，你可以揀一個日本嘅醫學品牌，叫做 Atolich AD Plus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100% 嘅純天然防曬，咁佢嘅成分咧係極度安全咯，亦都無添加嘅，孕婦啦同埋暗瘡肌咧都可以用嘅。但係一定咧要避開化學性防曬喎。嗱，好似 B 可咧嘅 Aqua Rich 嘅水型系列啦，佢咧係極度清爽嘅。雖然咧佢有水型嘅字眼啦，但係化學性防曬好多時候咧都有啲揮發性嘅成分，咁咧亦都好容易會刺激啦啲微絲血管，令到你塊面咧越搽越紅嘅。好啦，記住啦，人哋覺得好嘅嘢咧，唔等於你一定要跟住用嘅喎。嗱，搞清楚自己嘅膚質咧先至好賣。如果你有啲乜嘢皮膚嘅煩惱咧，歡迎你留言。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我哋再講啦，拜拜。